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電影《喜劇之王》一開始，尹天仇對一班臨記講：精神啲，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嚟。呢句對白貫徹成部電影，亦係周星馳自己嘅寫照。尹天仇由頭到尾都係一個臨時演員，連片尾探員要求佢參與臥底行動，都係臨時拉夫。但同其他臨記唔同，佢對演戲有超乎常人嘅熱誠。身在此山046，臨時演員都係演員。尹天仇係一個非常執着嘅茄喱啡，佢執着扮演中槍神父，卻死唔斷氣，結果俾動作影后杜娟兒大鬧嘥菲林。佢執着明明大家反應冷淡，卻堅持喺街坊福利會上演話劇《雷雨》，結果公演當日台下空無一人。當年去到石澳，發現唔少人好似我咁專程嚟睇《喜劇之王》嘅電影場景。石澳健康院外，尹天仇教舞小姐柳飄飄扮演純情學生妹嘅樹下，啲遊客學兩個人嘅站姿，拍低鬼馬造型。嗰一幕，柳飄飄排練咗4次先生早晨，由眼神呆滯變眨眉眨眼，再變死唔眼閉，最後非常入戲，過程相當搞笑。轉到另一場景，歷史悠久嘅石澳天后廟，我坐喺間廟隔離嘅大排檔食牛腩河，好似見到尹天仇教黑社會新丁甜筒輝向拍緊嘢嘅導演收陀地，結果由收陀地變成討論亞洲金融風暴。原來兩個人都係港大經濟系畢業，但係因為經濟不景，一個只能夠拍 MV， 一個就淪落為古惑仔。雖然誇張，卻講出咗金融風暴下嘅悲情。至於尹天仇喺戲中更加遭遇連番挫折，新李哥唔俾通告佢，夏姨彈佢嘅演技都唔知你做乜，連長務阿叔都唔肯俾個飯盒佢。即管係咁，佢仍然盡力爭取每個演出機會。電影道盡周星馳嘅老賭歲月，佢未紅嘅時候就好似尹天仇咁霉。當時佢睇咗大量關於電影同戲劇嘅書，包括俄國戲劇理論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演員的自我修養，所以佢喺戲中嗰句嗱，通嚟講呢，應該係由外到內再到翻外嘅，並唔係亂吹，而係讀書心得嚟嘅。冇呢段失意嘅日子，冇深刻嘅閱讀同沉澱，成就唔到周星馳獨特嘅無厘頭風格。精神啲，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嚟。做戲固然係咁，做人又何嘗唔係呢？